会造成全球股灾，主要是美国经济数字愈来愈歹，失业率有增加，加上即马中东的局势真紧张。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嘛拢大落，拖累亚洲的股市。因那证交所昨昏嘛有开记者会，甲投资人发声，呼吁投资人爱理性来面对，爱回去到基本面。金管会嘛表示，未来股市若是出现这款非理性的大落，政府对股市会有保护措施。美国四大指数受压拖累亚股的表现，全球股灾引起假形成的杀盘。透早有部分券商下卡 App 出现未定当情形，因黄金证券表示，今回查证是定级定息效能无好，系统已经伫早起11点外恢复，而伫收盘了展开系统调整作业。台股初五大落1807点，收伫19830点，创历史上大落点。第二大落点就伫顶礼拜五，淡薄1004点。第三大落点伫今年4月19，大落774点。历史前5大落点，前4个拢发生伫今年。证交所紧急开记者会信心发声，呼吁投资人回归基本面，理性评估。美国的这个就业报告跟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紧张所引起的。那但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紧张的时候，通常会比较不理性，提醒投资人在这个时候呢，应该要审慎，然后去注意这一个相关的基本面。针对外界关心是毋是有禁空令，减少起大等稳定市场措施，监察长表示，过去 COVID-19 期间、俄乌战争期间，股市落到一定程度，主管机关会推出股市稳定措施，证交所配合办理。不过，这摆到目前为止，也无具体方案。金管会主委潘金良是表示，若股市未来发生非理性大落，会采取后期措施。如果真的未来股市真的发生非理性的下跌，我们必要时呢，会请证交所及柜买评估采取必要措施。对台股内交易节大落将近3000点，潘金良也亲身信心发声，强调台股基本面稳健，而亚股落的幅度是较轻，尤其一股收盘大落超过12%，淡盘4451点，创历史上大的盘点。韩国盘中也落破2400点，收盘落超过8%，4年来第一摆触发熔断机制，要暂停定息交易5分钟。全球股市崩落指未调，外资股比超台股699亿已经连2倍。第二来台股不爱出济恐吓还未结束，冠基金也对国际经济表示无排除出手护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